国2026国防战略报告，这回报告无讲到咱台湾。国安会强调讲，第一岛链的防守有关是美国的核心目标。美国抗标高人要飞台北101，因为天气无好，延到明仔。明仔敢会好天，气象署是讲，雨水会比今仔日较少。民众的通缉犯弄警察车，警方开7枪对方意外走去。台北有驾驶违规，唔配合调查，弄昏过岛，去互警方敲着毒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4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就来看这2天大家上界关注、甲期待的，就是美国的抗标高人 Alex Honnold 是要空手飞台北101。本地是今仔日要飞，不过因为天气无好，为着伊的安全，延到明仔。Honnold 本人嘛表示讲，抗标这项运动都是爱尊重大自然的安排。明仔敢会好天，敢会当顺利举行？气象署是讲，雨水会比今仔日较少。远远的台北101大楼徛伫乌阴落雨中，有时阵有云雾咧洗。透过技术影像会当看到天气并无稳定。9点进前，规栋大楼的就半部也规片白茫茫。虽然天气无好，民众也是出席伫101的思考会，想要亲目睭见证约翰攀岩手艾利克斯·霍诺德完成用手背101，也毋过活动延期啊。安全最重要。说实在，今天要爬的话，我觉得全台湾人民都会觉得会比较，可能会大家都很紧张。I think it's sad because we came here and we woke up early, but it's fine because it's rainy and I can understand. Yes. So will you come back tomorrow? Yes, probably. 20早起101思考会的人就看年遐尔济，面对天公伯也无斗相共。艾利克斯本人以101做背景，伫 IG 表达因为落雨无法度顺利进行的心情。也毋过伊也强调，爬101本来就爱听从大自然安排。I sadly will not get to climb the building today because it's raining. I suppose climbing is always at the mercy of nature. That's just how it goes. Tune in tomorrow. Hopefully, I'll get the opportunity to climb the building tomorrow, same time, and then.Beyond that, I mean, we'll just kind of see what nature allows. 只是气象官本有报拜6专大煞不如预期，气象署表示是中站风系无散去才造成的。中层云系因为散得比较慢一些，所以影响到这个各地的云量是比较阴霾，而且细雨纷飞。礼拜2的天气敢会好起来，气象署表示落雨比拜6较少。以上半天的气象条件来看的话，还是会有中层云在台湾上空。到后礼拜1日进前，温度豆豆回升。后礼拜2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温度阁会渐渐降。北部、东北部更较明显。气象署表示，低温大约降到14、5度，天气是湿冷形态。3千公尺的关山有蓝山落雨的机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美国公布的2026年国防战略报告，是甲保卫美国的本土列作上优先。这回报告的内容是无讲到咱台湾。咱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表示讲，美国核心目标有关是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守，所以讲咱台湾会继续增加国防投资。CNAIT 美国在地协会者呼吁自由毋是免费的，掩过国防特别条例伫反映，伊愿互国民党甲民众党第8摆封杀。美国5角大楼公布2026国防战略报告，优先事项包含保卫美国本土，伫印太地区经由实力临时对抗合作中国，要求盟友甲合作伙伴承担更加多防卫的责任等。不过外界关心，这摆报告无讲到台湾。它的功能是属于威胁导向，也就评估就是外部的威胁，比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等等的为主，来让美国的军队有一个就是建军的目标。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讲，美方核心的目标定伫防止像是中国这类国家来主宰印太区域，并且伫第一岛链建构建设的具体防卫的体系。台湾继续加强国防投资。学者陈世明分析，美方合作中国目标无改变，背后上该关心的依然是台海局势。很明显的，中国是他这个报告里面唯一提到的要嚇阻的国家。那这很明显都指的都是针对中国，他如果去嚇阻中国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中国最有可能会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就是对我们台湾嘛。台湾当然是最有可能引起美中爆发一个大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可能的关键。学者强调，美方对台军售甲印太部署这策略其实大方向拢无改变，建议台湾要继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台美共同促进台海稳定。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增加国防军力，咱的国防部嘛注心咧抓中国间谍。
风声讲，军事安全总队最近是要扩大编制，调整任务。有立委是讲，这中国渗透的对象扩大到抢伤甲基层的官兵，扩大编制就会当加强防卫。不过，这军安总队过去是捌因为监听来引起争议，所以讲专家嘛建议讲，因办案的流程都爱搁较周至。中共侵略台湾无停止，中国海警讲在金门附近海峡执行上台执法的巡查，海巡署24只鸭、4只中国海警船分别对辽卢、东南东方，也有历史南方走入去金门限制水域。海巡船舰采取一对一小地航行，专程监控强势执法来驱离。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对于中国海警船加先照执法来巡查，驶过金门限制水域线，海巡批评已经构成伤害性的骚扰。另外，国防部也发布查到攻击26架次，其中18架次超越中线进入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结合共艦总共6架来侵略台湾。另外有一粒空飘的鸡龟仔出现伫台中西南121海里，关岛达到2万尺，尾也消失伫平遥外海。中共除了采取军事恐吓，也想要对内部渗透，分化台湾社会。国防部提出反制手段，对军事安全总队来进行扩编。我们现在已经在增加我们整个保安单位，特别是军事安全总队的员额。身为国军反情报部队，军安总队去年已经增加人员，分别伫北中南设立国防设备抢伤的查核组，并且增编宪兵工作所，全国团出搁再扩编任务调整，体现铁查强调的决心。也不过军安总队过去因为办案手法表出监听争议，引发注意。今年的重点是希望把有关国军被渗透的各种样态的研究、分析以及反制作为，搭配我们外部不管是调查局或者相关的调查单位来进行合作。根据以往的这些事例来看，的确会有很多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于明显就是违法啊。比如说监听啊，毕竟我们是民主法治国家嘛，有时候做事还必须要兼顾各方各面。对国防供应链厂商到现役基层官兵，拢是军安总队执行保防任务的对象。专家认为，法制面爱完善，才有法度避免争议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警方昨半暝在掠通缉犯，对方驶车要走，冲去弄警察车，警方是开7枪，对方由愿走去。在过程当中，有一个警察受伤。另外，在台北的信义区，驾驶违规煞唔配合警方调查，要驶车弄警察车，落尾这家己弄着分隔岛，车顶去互警方敲着毒品。警车向前去查头前的车辆，驾驶逃走反向行驶，弄到警车车头了后停落来。警员叫驾驶落车，伊煞无要插过将车驶走。警员依法连开7枪阻挡，也是无将人抓落来。后日车回来回，拢等喺头看车也无，我影足济。是讲你放炮啊？我嘛唔知是车。这是拒捕啊，撞警车啊，可能警察有开枪，他就跑了啊。代志发生伫2时透早，天光了后，道路上真侪大东方甲犹大警方表示，驾驶是姓张的查甫人，涉犯几件伤害罪防通缉。迄当时确定伊驶车想要乱检，伊煞拒检逃离，微博过程无其他人受伤，只有警员的脚腿切着伤，无生命危险。员警立即使用警枪，为该车持续逃窜。后续员警于内埔乡大兴路段发现该部车辆时，犯嫌以汽车逃逸。台北市同款有驾驶拒检，2时透早有驾驶驶车违规，警员向前哪吒驾驶突然加速逃走，也想要冲撞警员，方开枪阻止。这名驾驶最后伫文山区自动分隔岛停落来，警方伫车顶敲出立即毒品，也检出1毒架，将人以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车祸消息，彰化市有一个83岁老太太，早起爬去买菜，经过中正路甲中民路口的时，说是去互起行驶进前的货车搞死。目前确定这个驾驶是无驾照，意外是安怎发生的？警方也搁咧查。大货车停伫路口，警方也来到现场指挥交通，并且做这个后续处理。也伫这路口发生几路人互弄死意外。他买菜回去。买菜回去。
彰化市区的中正路甲中民街口24早起发生死亡的车祸，一个83岁妇人伫市场买菜了后，行过路线时，互一台正伫起步的大汽车撞到，妇人互卷入汽车底当场死亡。警方到现场对造成事故设定的司机来进行搜查，初步排除有啉烧酒赛车的情形。疑似视线死角撞击行人之交事故，导致行人当场死亡。营业到货车持照正常，酒测值为0。实际来到彰化市中正路甲中民街口，这车真多。因为中民街是彰化市三民市场一带偏移出来这个街路区，每天有真侪民众来采买，拜六是人搁较多。因为交通团体是讲，事发的这个街路线后壁有机车的停单区，也无排除是司机伫灯号变换时提早起步的可能，造成和正伫过大路的人行入去车较无都看到的所在。可能因为前一个号志连续问题停得比较前面。或者是呢有提前起步，前方没有摩托车，所以它比较早一点点起步，比较贴近行穿线的时候，那它有可能在行穿线上还有残留的行人还没有完全过完的状况之下，它就可能会没有察觉。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若汽车伫号市变换进前确实停伫停单区后壁，街路人行过应该看得到，也应该爱看到。另外，对于造成事故车辆就地行来研判，可能也无调整好，互司机无度看到这个，较无度看到的所在。另外，交通工程部分先经由精细行人号志的部分来调整街路人甲这车小拄着时间，来避免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强烈的冬季风暴扫美国，对中西部到东岸是超过20个州，天气寒甲真惊人，有的所在是降到零下28度，搁咧落大雪。17个州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赶紧甲家友安置去避难所。道路上薄薄的一颜色，为车辆头前的挡风玻璃往外口看，会当看到风速微细。受到强烈冬季风暴影响，美国德州甲奥克拉荷马州当地23开始气温一日降落来。美国为中西部甲东岸有计有超过20个州，伫这个拜六会受到极限气候甲暴雪威胁。Looks to us as though it's going to be certainly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the winter season so far, and likely the most impactful across the country in the last 5 years, and probably will be one of the top storms in the last 10 in terms of the impact to so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NWS 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这场冬季风暴形容做怪兽级风暴，有计会为高原边缘甲落基山脉一路往东。环扫美国大部分地区受怪兽风暴影响，各地可能创下低温新纪录。明尼苏达州出现零下28度，芝加哥上低温也达到零下19度。气象专家提出警告，风暴可能会造成包括封路、断电等影响，其中17个州，包括纽约州、宾州、德州、纽德西州，拢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I've just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for all 21 counties here in New Jersey as we prepare for dangerous winter weather conditions, including heavy and widespread snow, freezing temperatures, and wind gusts of up to 30 miles per hour. 有部分州郡，包括德州、奥克拉荷马州、华盛顿特区，拢紧急动员安置家友到避难所。占这场低温风暴，各地超市、街仔等的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胖顶也出现抢咧买欠货情况，航班追踪备台。负责就会议资料显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礼拜六2日已经取消超过70航班。目前各州已经启动风寒应对措施，包括纽约市府为24暗开始清洁人员的24点钟轮班，以夜间机优化道路积雪，佮搭配除雪机清扫积雪。纽约州长霍楚表示，体感温度可能达到零下40至45度，呼吁民众尽量踮伫厝内，穿较少的衫来挡寒。公司新闻电视董平玉。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一个城市，当地23暗时，和平委员会主席因兜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伊当阵是当咧办婚礼，嫌犯去到地就甲炸弹崩落，上无造成5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也那因为这当地和平委员会部分长老是要公开反对武装组织，警方是无排除这有可能就是武装组织犯案，会阁进一步追查。
救护车赶紧进入事发现场，比会婚礼现场。即马煞变甲如苍苍，正啊出现四过线。南马国家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城市德拉伊斯梅尔罕，伫当地23暗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事发地点是当地和平委员会主席马赫尔苏德的徛家。迄当时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因过相关进入婚礼场地了后，就引爆场地外头来炸弹，当场造成包括相关等真侪人死亡。एक ब्लास्ट हुआ है तो यहाँ हमारे पास ट्रामा एंड इमरजेंसी में अभी तक तकरीबन 7 इंजर्ड आए हैं जिनमें एक थोड़ा ज़्यादा ज़ख्मी है बाकी 3 अभी तक डेड बॉडीज़ लाई गई हैं।代志发生了后，警方甲安全部队、救援队紧紧赶去现场，将罹难者甲受伤的人紧急送到附近的病院。因为部分伤患的伤势真严重，危及生命，病院烦恼死亡人数可能也会增加。因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是由公开反对 TTP、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警方无排除可能是 TTP 武装组织犯案的进一步追查。另外，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克拉茨17发生的上场大火，随救援人员一直清理现场，即马总计至少有67人死伫火场。We have moved towards DNA identific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identification. By using DNA technique, we have identified 8 of the individuals. 官方表示，目前也在调查火灾原因，佮找找失踪的人，有计会为监视遵守消防安全法规甲建筑管理规范方向来调查。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屏东小琉球一个45岁呛水教练，昨早起10点外出海，转失去联络。这家属报案，消防海巡已经自昨暗找到单，目前有关也未找到。24早起，救援人员要22名义消对小琉球大福渔港附近，尽可能扩大范围对外口一直找，因为一个大约45岁自由呛水女教练，23早起对大福渔港出海呛水了后，就失去联络了。今日24日上午8时，游球分队出动4车5人1艇，22名义消配合海巡署持续救援当中。海上勤务投入2艇14员，另自今日动8时起。投入无人机1架次、空侦机1架次，持续搜救失踪民众。家属通报，女教练23早起10点就出海，迄暗时也无登记数的，赶紧来通报。海巡人员也来救援，出动船艇也有空袭机。小琉球其他爱上水的人也出海来斗车，初步掌握。这失去联络的女教练，敢若是家己一个人在唱水。昨天晚上就有出船了，今天早上也有人出船去找啊，也有从岸边去找的啊，也有飞空拍机的啊。哦，这大家都很担心啦，哈。对，还没找到。23下晡4点半左右，海上也翕到这浮球，是毋是失去联络这女教练的，也会调查。屏东县消防局讲，这女教练出海原因也等待调查。也同时接到报案就派出5个人配合22名义消到电车，24也配合海巡署人员继续出海。到24暗时7点，依然也无找到人。搜救行动有加伫暗时了停止，也伫隔顿工早起继续来找。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普发5000块，今仔日早起就真侪民众排队等要领钱。市府嘛讲，无法度来现场领民众嘛，毋免烦恼，是当用新竹通的 App 登记汇款。透早里民中心头前，就已经有民众排队准备领5000块现金。工作人员嘛伫内底无用，赶紧把现金传好势。有民众讲真欢喜，会当咧过年前领到钱，打算好好来利用这5000块。过年要到了嘛吼啊，对厝内底较有帮助啊，买一寡生活日用品啊，还是啥吼啊，中的部分家己会使食一寡欧米仔个啊。5000块的话，就过年前有一些年货需要采买啊，不过因为我是有家庭和小孩的，所以我应该5000块会拿给太太。新的市长公安排来到现场，传嘉宾来慰劳辛苦的工作人员。公安指出，新竹市消费金提供多元的发放方式，民众除了会当直接领现金以外，可以透过新竹通 APP 来领。如果说今天实体领取真的没有办法来的这个民众呢，也不要担心，我们在1月30号到2月底之前呢，我们就是会有这个新竹通下载的数位的领取的 APP。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民众呢可以在新竹通上面去登记你要的这个账户，那他就可以直接汇款哦。这摆有资格领这5000块的人，拢总大约45万人。市府指出，为了鼓励市民支持在地消费，未来结合传统市场商圈，配合举行活动，这会来推动新竹市的经济发展。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
美中贸易战，美国对顶关税，抵触台湾真侪产业都爱重新布局。伫咧这个无平静的时代，靠大工起家的工厂，因的第二代是要安怎找到新的出路？AM7点半，公司台记者青春的日望，带恁来看传统产业的第二代安怎面对经济变局。美中贸易战，美国对顶关税等等的问题，抵触台湾侪侪产业，国不理中都爱重新布局。高雄工产是台湾真出名的螺丝壳，英国是靠大工咧外销。等下这班的头家仔囝，要安怎伫这无平静的时代，甲脚步徛好在，是互企业会当延续落去关键的议题。阮美国才50%，欧洲40%，啊其他10%，以前是看量啦，啊即马是差不多比这是咱是服务业啊，看品质稳定、交期准时，啊你啊服务人客。传统产业若要转型，会当行的路是较有限，有的会落钱伫设备做自动化，甲产业的升级。不过对资本无济中小企业来讲，一般拢会为成本较低数位转型开始做。大部分的现在的二代啊，其实他们都生活在就是网络世代开始的，对网络世代，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数位化、数位转型，其实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选择等下接班的第二代，大部分拢会去参与聚会、商会，互相交流经验。因除了面对转型的压力，更较大的挑战是甲厝内时代沟通。爸母讲，我要把这个事业放给我的囡仔，我想要放给恁啊。啊，不过其实讲来，可能80%拢无想要放吧。困难的毋是安怎做，是你安怎去说服因要去做这件代志，因为感觉讲哦风险足大的，阮即马敢若袂用安尼做吧，安尼讲的有人袂买。因为少子化甲欠工的关系，传统的制造业早就毋是少年人的选择。第二代等下接班，因要顾的毋但是生理，更较侪是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也阁有咱台湾产业的发展。记者吴定虎、林建如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13度到24度。中部地区13度到26度，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16度到22度，外岛地区12度到22度。做伙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